板，就吃人参牡蛎5边丸。这一碗吃下去啊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。男人生活更委婉，多吃人参牡蛎5边丸。早上来一碗，精神一整天。聚一方人参牡蛎5边丸，珍品18味，豪华大组方，5边盛1碗，滋补更强壮。你别看我今年77了，论精力体力，我看哪一点也不输给年轻小伙子。全靠吃了这人参牡蛎5边丸，一句话，劲儿真大。补这补那几十年，不如一粒人参牡蛎5边丸，1丸天津，2丸壮腰，3丸提神儿，吃出阳刚男人味儿，不足男人精气神儿。聚一方人参牡蛎5边丸，甄选长白山人参、长白山梅花鹿鹿鞭、驴鞭、狗鞭、牛鞭、羊鞭、牡蛎、黄精、桑葚、覆盆子、枸杞子、秋葵等18味珍贵食材，遵循古法秘制而成，18味好原材秘制成丸，每一丸都是上等原材，每一丸都是真材实料，每一丸都滋补强劲。今天只要9块9，9块9为男人助威，9块9为男人加油，9块9为你源源不断补充能量。秋冬进补开始啦！秋冬进补开始啦！聚一方人参牡蛎5边丸，专品18味，豪华大组方，5边盛1碗，滋补更强壮。白天1丸，壮腰提神。现在拨打电话，口碑体验价只要9块9。等等，这还不算完，每到每个地区前100名打进电话的，尊享订购1组加1元，再送3盒试吃的特惠活动，满意您留下，不满意直接退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，抢完即止。购买时请认准左上角聚一方标识，谨防假冒。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。男人补一补，身体壮如虎。最近啊，有一款叫聚一方人参牡蛎5边丸的滋补产品大受欢迎，很多男性朋友从30、40岁的大哥到60、70岁的老伯啊，都对它赞不绝口，都成为它忠实的受益者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有幸邀请到了聚一方人参牡蛎5边丸的传承人徐总。徐总您好，那为什么咱们的人参牡蛎5边丸这么抢手呢？我们聚一方人参牡蛎5边丸传承100年滋补奇方，甄选长白山人参、长白山梅花鹿鹿鞭、驴鞭、狗鞭、牛鞭、羊鞭、牡蛎、黄精、枸杞子、秋葵等18味珍贵食材，科学配伍，无法炮制，萃取浓缩，秘制成丸，保证每一丸都真材实料。保证每一丸都精华满满，保证每一丸都滋补强劲。许多男性朋友吃了以后，越吃越想吃，越吃越带劲儿。到了我这个年龄，上有老下有小的，全家都靠我一个人撑着，压力也特别大，总觉得特别的累，腰酸背疼，打不起精神。这聚一方人参牡蛎5边丸啊，里面有人参、鹿鞭、驴鞭、狗鞭、羊鞭，还有黄精、秋葵，个顶个全都是好东西。关键啊，才9块9，趁厂家搞活动，价格也不贵，我就买来试试。您别说啊，它还真的不错，吃完之后身上有活力了。男性朋友请注意，男性朋友请注意，滋补珍品聚一方人参牡蛎5边丸，专为男性朋友研发，1丸天津，2丸壮腰，3丸提神。为打品牌赢口碑，厂家特别拿出1000组做惠民推广，厂家职工今天只要9块9，只要9块9，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。等等，这还不算完，每到每个地区前100名打进电话的，尊享订购1组加1元，再送3盒试吃的特惠活动，满意您留下，不满意直接退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，抢完即止。购买时请认准左上角聚一方标识，谨防假冒。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。说到滋补啊，咱们的男性朋友一点都不含糊，经常啊点名吃一些牛鞭、羊鞭。那今天呢，给大家带来的聚一方人参牡蛎5边丸，更是汇聚了珍贵的鹿鞭、驴鞭、狗鞭、牛鞭、羊鞭，再加上人参、牡蛎、黄精、秋葵，足18味珍贵的滋补食材，精华满满，可以说是精气神十足。说的一点没错，这一碗就浓缩了
18种珍贵滋补食材的精华。这一碗就相当于1大副滋补方。我现在把这一碗投进这碗热水中，大家看，很快就化成浓浓的1大碗滋补汤，滋补效果没得说，滋补强劲没得说。补这补那几十年，不如一粒人参牡蛎5边丸，每天一碗，吃出阳刚男人味儿，吃出男人精气神。如果说电视机前的男性朋友，你经常熬夜加班，工作压力大，体力透支，你一定要吃人参牡蛎5边丸。年龄大退休的老年朋友，如果你经常起夜睡不好，怕冷盗汗，腰膝酸软，整天没精打采的，你也要试试。今天为了打品牌输口碑，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，只要9块9，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。您吃后觉得效果好，请帮我们多多宣传，我们要的是大家的口碑。9块9不够你买一盒烟，不够买一瓶酒，却能还您一个强壮的身体。这么好的产品，您还在等什么？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！你看这人参牡蛎5边丸，配料里有鹿鞭、驴鞭、狗鞭、牛鞭、羊鞭，个个都是男人宝。5边浓缩成1碗，这得多大劲儿啊！现在啊，我是每天1碗，腰腿有劲儿，精气神十足。这人参牡蛎5边丸对咱们男人滋补身体，那真是一宝，而且还不贵，才9块9，一天1碗，每天都使不完的劲。秋冬进补开始啦！秋冬进补开始啦！聚一方人参牡蛎5边丸，专品18味，豪华大组方，5边盛1碗，滋补更强壮。现在拨打电话，口碑体验价只要9块9。等等，这还不算完，每到每个地区前100名打进电话的，尊享订购1组加1元，再送3盒试吃的特惠活动，满意您留下，不满意直接退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，抢完即止。购买时请认准左上角聚一方标识，谨防假冒。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。这次过来呀，趁着厂家搞活动，才9块9，我呀就多抢了几盒带回去。一开始我就是买2盒试试，这一吃上啊了不得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，人也精神多了。这么好的产品，我是服了。这次过来多抢几组，留着慢慢滋补。它这里面呢，不光有人参、鹿鞭、牡蛎，还有驴鞭、狗鞭、牛鞭、羊鞭，样样都是男人宝，滋补效果啊肯定好。我这次过来啊，就想多抢几盒，这回啊，我一定要好好的补一补。我都过来啊，买了3回了。原来我一身毛病，惧寒怕冷，腰酸背疼，半夜总起夜，总想着补一补。吃了这人参牡蛎5边丸，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。而且你看人家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好食材，滋补又营养，还没有副作用。咱们男人就吃它，准没错。我老公啊，在工地上走不开，这不我专门跑过来给他多买几盒。现在厂家搞活动才9块9，买1组加1元，人家还多送3盒，这么大的优惠力度，不抢白不抢。这几天呢，来我们店里购买的顾客特别多，很多都是回头客呀。咱们聚一方人参牡蛎5边丸用的都是真材实料，个顶个的好材料啊，滋补效果特别好。不瞒你说，就连我老公也正在吃啊。男人嘛，都是家里的顶梁柱，身体必须要养好。你就吃这个人参牡蛎5边丸，如果说吃了没有变化，不满意，咱们7天退货退款，不让你们白花1分冤枉钱。我们9块9特惠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，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抢购吧！抢！滋补珍品聚一方人参牡蛎5边丸惠民活动开始啦！现在打进电话，口碑体验价只要9块9，9块9吃出男人好身体，9块9吃出男人精气神儿。补这补那几十年，不如一粒人参牡蛎5边丸，1丸天津，2丸壮腰，3丸提神儿，吃出阳刚男人味儿，补足男人精气神儿。聚一方人参牡蛎5边丸，甄选长白山人参、长白山梅花鹿鹿鞭、驴鞭、狗鞭、牛鞭、羊鞭、牡蛎、
黄金、桑葚、覆盆子、枸杞子、秋葵等18味珍贵食材，遵循古法秘制而成，18味草原材秘制成丸，每一丸都是上等原材，每一丸都是真材实料，每一丸都滋补强劲。今天只要9块9，9块9为男人助威，9块9为男人加油，9块9为你源源不断补充能量。等等，这还不算完，每到每个地区前100名打进电话的，尊享订购一组加1元，再送3盒试吃的特惠活动，满意您留下，不满意直接退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，抢完即止。购买时请认准左上角据一方标识，谨防假冒。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。说到滋补方啊，现在市面上五花八门，这个膏那个片真的是太多了。为什么大家对于咱们的聚一方人参牡蛎5边丸情有独钟呢？男人上了年纪，身体机能衰退，精力下降，体力差，滋补除了有效果，还要保证安全。我们聚一方人参牡蛎5边丸选用的都是药师同源的食材。首先，我们甄选的长白山鹿鞭源自长白山养殖基地，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，被誉为男士之宝。方中选用的人参均来自于长白山，质地丰满，人参皂苷含量高，更是人参中的珍品。另外还加入上党牡蛎，被誉为男人滋补的大宝库，富含牡蛎肽、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多种营养，全面补充男人精力体力。只有原料好，品质才能有保证；只有品质好，滋补才能霸道。像咱们家这么讲究原材料的产品，现在市场上实在是不好找了。电视机前的男性朋友，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，犒劳一下自己吧。原来我自己买人参路边泡酒，这泡不好啊，几百块钱全浪费了。这人参乌木力5边丸，体验价才9块9，一天一丸，特别方便，口味纯正，每天都想吃。这里边18味珍贵原材，都是真材实料，人家敢让你试吃一盒，那还怕啥？你看我今年都60多岁了，吃了这人参牡蛎5边丸，我感觉又回到了20、30岁时候那个好状态。这人参牡蛎5边丸真不愧是大补啊！男性朋友请注意，男性朋友请注意，滋补珍品聚一方人参牡蛎5边丸专为男性朋友研发，为打品牌赢口碑，厂家特别拿出1000组做惠民推广，厂家职工今天只要9块9，只要9块9，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。等等，这还不算完，每到每个地区前100名打进电话的，尊享订购一组加1元，再送3盒试吃的特惠活动，满意您留下，不满意直接退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，抢完即止。购买时请认准左上角据一方标识，谨防假冒。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。观众朋友们，我们的热线真的是一直在爆满当中所剩的名额真的是不多了，所以没有抢到的话，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。这俗话说10个男人9个虚，男人到了中年上有老下有小，全家都指望你一个人，是时候给自己加个油助个威了。买几盒聚一方人参牡蛎5边丸，把体力、精力、活力都提起来，是对自己负责，也是对家人负责。说的没错，男人要想身体好，日常滋补少不了聚一方人参牡蛎5边丸。它里边有人参、牡蛎、黄金、秋葵，都是难得的滋补好食材，再加上鹿鞭、驴鞭、狗鞭、牛鞭、羊鞭5边汇聚成一丸，滋补更强劲，全面提升男人精气神。不论你是40、50岁过度操劳、身体透支、体力精力下滑的中年男人，还是60、70岁身体机能衰退、微寒怕冷、腰酸腿软，都可以吃咱们的聚一方人参牡蛎5边丸。是呀，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人参牡蛎5边丸它里面
有人参、鹿鞭、牡蛎、黄精，还有那么多滋补的好宝贝，整整18味啊，全都是好东西。关键是啊，才9块9，买一组加1元，厂家啊还送3盒试吃。这样的好事让我给赶上了，我就赶紧打电话订了满1箱，反正人家说不满意还能退，咱怕什么？想不到我老公吃了不到1个星期啊，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秋冬进补开始啦！秋冬进补开始啦！聚一方人参牡蛎5边丸，专品18味，豪华大组方，5边盛1碗，滋补更强壮，白天1碗，壮腰提神。现在拨打电话，口碑体验价只要9块9。等等，这还不算完，每到每个地区前100名打进电话的，尊享订购1组加1元，再送3盒试吃的特惠活动，满意您留下，不满意直接退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，抢完即止。购买时请认准左上角聚一方标识，谨防假冒。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。人上了年纪啊，这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。你看这个腰和腿，平时使不上劲儿，干啥呀都提不起精神，整天吃这个补那个，都不如吃一粒人参牡蛎5边丸来得实在，真材实料。5边1丸才9块9，你看我这身板多硬朗。补这补那几十年，不如一粒人参牡蛎5边丸，吃出阳刚男人味儿，不足男人精气神儿。聚一方人参牡蛎5边丸，甄选长白山人参、长白山梅花鹿、鹿鞭、驴鞭、狗鞭、牛鞭、羊鞭、牡蛎、黄精、桑葚、覆盆子、枸杞子、秋葵等18味珍贵食材，遵循古法秘制而成，18味好原材秘制成丸，每一丸都是上等原材，每一丸都是真材实料，每一丸都滋补强劲。今天只要9块9，9块9为男人助威，9块9为男人加油，9块9为你源源不断补充能量。滋补珍品聚一方人参牡蛎5边丸惠民活动开始啦！现在打进电话，口碑体验价只要9块9，9块9吃出男人好身体，9块9吃出男人精气神儿。等等，这还不算完，每到每个地区前100名打进电话的，尊享订购1组加1元，再送3盒试吃的特惠活动，满意您留下，不满意直接退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，抢完即止。购买时请认准左上角聚一方标识，谨防假冒。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。这样的好事让我给赶上了，我就赶紧打电话订了满1箱。秋冬进补开始啦！聚一方人参牡蛎5边丸，专品18味，豪华大组方，5边盛1碗，滋补更强壮，白天1碗，壮腰提神。现在拨打电话，口碑体验价只要9块9。等等，这还不算完，每到每个地区前100名打进电话的，订购1组加1元，再送3盒试吃的特惠活动，满意您留下，不满意直接退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，抢完即止。购买时请认准左上角聚一方标识，谨防假冒。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。人上了年纪啊，这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。你看这个腰和腿，平时使不上劲儿，干啥呀都提不起精神，整天吃这个补那个，都不如吃一粒人参牡蛎5边丸来得实在，真材实料。5边1丸才9块9，你看我这身板多硬朗。补这补那几十年，不如一粒人参牡蛎5边丸，不足男人精气神儿。聚一方人参牡蛎5边丸，甄选长白山人参、长白山梅花鹿、鹿鞭、驴鞭、狗鞭、牛鞭、羊鞭、牡蛎、黄精、桑葚、覆盆子、枸杞子、秋葵等18味珍贵食材，遵循古法秘制而成18味好原材秘制成丸，每一丸都是上等原材，每一丸都是真材实料，每一丸都滋补强劲。今天只要9块9，9块9为男人助威，9块9
为男人加油，9块9为你源源不断补充能量。滋补珍品聚一方人参牡蛎5边丸惠民活动开始啦！现在打个电话，口碑体验价只要9块9，9块9吃出男人好身体，9块9吃出男人精气神儿。等等，这还不算完，每到每个地区前100名打进电话的，尊享订购一组加1元，再送3盒试吃的特惠活动，满意您留下，不满意直接退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，抢完即止。购买时请认准左上角聚一方标识，谨防假冒。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